所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，提醒乡亲，你若行无几步路，就真够喘，甚至会嗽。你唔通当作讲这食老正常现象，这有可能是更较严重的肺病，也就是突发性的肺纤维化。这就是俗称的菜瓜补肺，因为这个症头甲感冒真共款，时常延误着治疗黄金时机，或者肺的功能会持续恶化。有的病患伫确诊的时，往往剩较无一年通活。花开始就行，抑过行无几步。若是安尼伫嗽拢袂好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，有可能是菜瓜补肺，伊学名叫做突发性肺纤维化。正常肺像倒平安尼真清气，抑过菜瓜补肺会像这边安尼一空一空，袂输菜瓜布共款。偏偏伊初期的症头甲感冒共款，所以讲会时常拖过治疗黄金时机。咳嗽超过8个星期，如果你的症状有持续，甚至有痰的产生，爬楼梯会喘，这种呢都要进一步找医生做检查。若是讲你的肺真健康，那呢听起来应该是正常喘气的声音。若是菜瓜补肺，听起来是连续逼迫球的声。若是确定是菜瓜补肺的患者，安尼就剩较无一年啊。你若小可震动就会嗽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检查，唔通耽误治疗时机。